乡进高早，欢迎收看今日4月14公司第2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咱来关心咱国内昨昏加5个武汉肺炎的确定病例，全部拢是对境外之外的，其中有4个是捌坐过船澳公主号游轮的人。目前咱全台湾确定病例计共393例，有6个人死亡，患者当中有12个人较严重，目前正在用呼吸器在治疗。 后来，阁新增加5个武汉肺炎的确诊病例，全部拢是境外移入，其中4个人是船澳公主号的乘客。疫情指挥中心表示，第389例到392例，还有另外3个亲友，总共7个台湾人。3月初5拄第2坐起船澳公主号游轮，这只游轮原本定伫咧3月19伫咧阿根廷结束旅程，毋过因为阿根廷顶真侪个封锁边境，无法度停靠，所以游轮伫咧海上漂流真侪天。4月初4停靠美国迈阿密港口，迄当阵船顶已经有22个人确诊。 其中3个人死亡。经过外交部协调，这7个台湾人4月初9由邮轮公司安排包机去英国，而且伫咧11坐飞机转来台湾。入境时阵4个人采检是阳性确诊，其他3个人检验阴性，带去集中检疫。最后那个舱里面大概除他们7个人以外，大概不会超过20个人吧。 好，非常的离得非常的远，一切都把它做最高规格的来处理。好，那也准备要3采阴，好来确认相关的情况。另外一个境外移入的第393个案是进前确诊个案384个家属，长期住伫咧美国，入境时阵已经有遭报症状，拄机着坐救护车送病院采检确诊。2个人伫美国拢捌甲有武汉肺炎确诊个案接触过，目前累计国内总共393个人确诊，有6个人死亡。 其中无症状的感染者有22例，占5.7%，还有12个人是真严重的肺炎，伫咧加护病房使用呼吸器治疗当中。到目前为止，还有12例是在加护病房使用呼吸器照护当中。 但是顶日确诊的酒店公关第379例，伊的接触者扩大列出123个，其中伫咧上班接触的人有96个，家属4个，其他的接触者有23个。疫情调查大部分已经完成，接触者的所在地以台北市为主，已经采检12个人，有10个人阴性，还有2个人伫咧检验当中。记者综合报道。 来关心咱中华职棒礼拜2开始战，正做今年全世界头一个，嘛是唯一一个有咧比的职棒。这场比赛嘛正做各国媒体的焦点。美国的《纽约时报》、英国的天空体育、甲欧洲新闻台拢有专项报道。 A sport that isn't suspended is Taiwan's domestic baseball league. They've been given permission to go ahead, but games must be played behind closed doors. 英国媒体天空体育报道中华职棒安怎进行开幕战，受到武汉肺炎影响，全球体育比赛差不多暂停。中华职棒第12案顺利进行今年第1场比赛，是全世界第1场，嘛是伊进行的职棒比赛。美国《纽约邮报》报道，对于新冠病毒爆发了后，台湾举行第1场职棒比赛做标题，介绍全球第1场职棒比赛。 日本受到疫情影响，有7个行政区进入为期1个月经济状态，官方要求民众减少出门。日本职棒新的球季，更唔知影什么时阵开始。日本媒体日刊体育唔那头一摆替中信兄弟甲统一赛比赛提供线顶本地直播，嘛伫报纸报道，因为台湾的确诊人数到差不多380人，和比赛会当进行。 球场内气氛热烈，详细看其实是机器人伫拍鼓。平常时报道卡球新闻的英国媒体，亲像英国天空体育，甲欧洲媒体欧洲新闻台，因为比赛全面暂停，拢报道中华职棒乐天桃园队用机器人甲假人的加油团来代替报道立场球迷。泰国万国邮报嘛用假人相片来报道台湾对疫情的纾困措施。中华职棒伫种进行比赛，展现台湾的防疫的精强，嘛互台湾的野球搁一摆吸国际关心。 记者综合报道。上新的消息来关心国外疫情，法国实施禁止出门令，已经强要1个月，严格疫情也未受控制。法国的总统马克宏是宣布讲，法国的居家令搁要延长1个月到5月11。伊嘛头一摆坦白讲，面对这个病毒，法国确实讲还未准备好势。 累计感染超过13万人，死亡瓦群15000来法国是全球疫情第4严重国家。总统马克宏13指出，疫情还未受到控制，延长居家令到5月11。À partir du 11 mai, nous rouvrirons progressivement les crèches, les écoles, les collèges et les lycées.
马克宏表示，5月11日后，学校会渐渐开放，个餐厅、电影院、博物馆也是会关起来。大型节目甲活动，上无爱到7月中日后才会开放，会扩大检查。5月11日后才有正宗对检测。伊嘛头一摆承认，法国伫这场疫情中无准备好，造成医疗用品不足。Alors, étions-nous préparés à cette crise? À l'évidence, pas assez. Mais nous avons fait face. 英国一天增加717个人死亡，总死亡人数来到11000多人，累计确诊外近9万人。不过，英国的防疫专家指出，再2到3礼拜，死亡人数可能增加，再来才有可能会降低。There are, of course, unfortunately, many deaths that also occur outside hospital. We're tracking behind Italy. We're following the same sort of path. What do I expect to see happen? I think this week's difficult. I think this week we're going to see a further increase. 意大利一天增加确诊1363人，是过去几礼拜以来上低。不过一天增加500多人死亡，比前一天的400多人死。美国感染人数已经超过57万人，23000多人死亡。航空母舰罗斯福号佮传出一个水兵伫关岛死亡。上严重的纽州4月12国外节迄天有671个人死亡，总死亡人数破1万，感染人数超过18万。That raises the death total to 10,056. Again, for perspective, 2,700 lives were lost in 9/11. 不过，古莫嘛讲，纽约过上困难的一礼拜，伊甲其他各位民主党的州长拍算重启经济恢复计划，对总统川普表示，联邦政府有权决定在美国5月7号讲。古莫讲，若是联邦政府要做一个决定，就提出计划。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目前新型冠状病毒武汉肺炎伫全世界的确定病例已经超过190万例，200万例，死亡人数嘛已经超过118000人。来看最新的统计，中国的病例有82000多例，咱台湾是加5例，目前有393例，香港有1009例，日本是7000多例，南韩超过10500例，美国是目前全世界病例数上侪国家，超过58万例，欧洲的意大利超过159,000例，西班牙是超过169,000例，法国超过13万例，德国超过128,000例，英国有89000多例，伊拢是73000多例。疫情当严重的美国，有一半的死亡案例拢出现伫纽约。纽约有的病院为着要应付伤过头侪病人，伫病院外口搭一个临时病院。咱做伙来关心即寡医护人员有偌尔辛苦。I'm about ready to walk into the ED. We'll see what the situation's like. 这是纽约西奈山病院，维修伫真济新冠肺炎病人，院方去2个临时院区。对着医生骹步到其中的急诊部，因看到走廊倒满确诊的病人。Things are just totally crazy right now. Everyone is COVID positive in these hallways. All you hear is oxygen. 院区内底充满丧事疏散的声音，也有家嘈吵闹加机器的声音，每一位医护人员拢非常无形。And we're about to walk into the second tent that now has patients. And we're just walking through. So as you can tell, we've got patients in each bed lined up. We really have some fearless staff. 可能感到医护人员也有伫巴黎比小病院甲后病房工作的孤儿医生，被为着伫厝内底休困一礼拜了后，决定回病院。Our job is to take care of patients, and so I have never thought that I would stay home. I mean, my place was to be at the hospital with my colleagues, with the patient. I mean, I have kids, I have a family, but the place I belong to right now is the hospital because I have to take care of the patient. Well, it's a bit like what happened in the First World War. People were wounded and came back to the battlefield. 伫前线工作医护人员亲像咧战争，为战胜病毒，因更较辛苦，也爱加加紧支持落去。记者综合报道。
世界乡亲，咱做伙来看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先来看自由时报，美国甲日本拢发表上新的医学研究，表示讲，用在预防气流的预防射卡介苗，敢若有法度对抗新型冠状病毒。所以咱台湾也有东欧，即寡普遍拢有注卡介苗的国家，有法度控制这波疫情。来看中国时报，新加坡的总理夫人针对咱台湾上水岸这件代志，一直咧面册写这字引起议论。昨昏伊阁打出新的文章，讲伊真感谢所有的台湾人。那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指挥官陈时中是新认讲，当时咱禁止水岸出口，确实有对新加坡造成困扰，所以望大家唔通阁战啊。来看《澎哥日报》，玉山金矿44岁的科技长陈成伟脑出血过身，引起政治界、金融界、学术界拢错一条。伊是咧休困时去运动了后，要转去厝里的路仔顶，熊脑出血，送病院了后救无转来。中研院院长廖俊智是表示讲，陈成伟是8年真难得的 AI 才子。罗清德嘛有发表文章表示哀悼。来关心清明连假，政府有针对11个景点发出警示，点名做记号。那刷落来5一劳动节的假期，侪风景区嘛要做管制。即马连观光夜市啊嘛拢无啥生意，业者就烦恼讲，咱国内的旅游强要放盘。这间位置内湖商路3月底暂停营业，为了服务商务客，预计5月起服务时间调整，早起10点到暗时7点，未来将无提供早顿。因应防疫，民众连国内旅游意愿拢减少，尤其伫政府宣布将管制5一连假人数了后，佫出现一波国旅团的退订情形。自从政府发布这一个呢11疫情警讯之后呢，这个整个呢已经既定的旅游团体呢，就纷纷的呢来延期或是取消。那到目前为止呢，大约呢取消的大概有占比呢，大概在50%左右。民众对国内旅游唔敢去，知名高星级饭店长营打卡也宣布5月起调整营业时间。一礼拜休3天，唔那饭店业受影响。伫中央对11个人侪景点发出警示了后，国内真侪景点旅游人数会减少，像花莲的东大门夜市生意也落真侪。有的几乎没有收入啊，人潮就没有钱潮。根据东大门夜市管理委员会统计，以往假日人平均一暗就要5万，也毋过即马逐工只剩100人，加上夜市大部分的摊商拢是做食的，实在卖掉就会害去关门休困，也较袂了钱。将近都有1/3到1半都停止营业了，因为一般做饮食类的食材没有生意都要丢掉浪费，还要员工的薪水，干脆就顺势休息。夜市主委强调，尤其是伫发布国家级警报抗民众避免前往人济的观光景点改善了后，生意更较惨，不少摊贩已经休困，希望官府会当斗相共。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防大学伫桃园北地的陆军学院，昨是传出学校停课，因为有风声讲有一个学生囡仔发烧，烧一礼拜也阁烧袂退。也毋过国防部是回回讲，这个学生是有扫扫，也毋过无发烧，学校是较谨慎，先做消毒，毋是停课。位于桃园北地的国防大学校区陆军学院，13传出停课消息。有平面媒体报道，因为有学员出现发烧一礼拜拢无退，对此校澄清，这个学员的症状只是扫，为了心中还是进行校园消毒。他是咳嗽没有发烧的下午，就针对这个他整个的环境做一个消毒，同时所有的学员就要健康自主管理，戴口罩。这名学员已经转到国军桃园总医看病。学校也启动防疫机制，目前也会等检测结果。若确诊新冠肺炎，所属学院改成远距教学。如果确诊，我们后续对，就是按照规定，就所有都全部都采这个远距教学。国防大学强调，学院内逐工量体温，无啥会出现学员连日发烧拢无发现，并且澄清学校无安尼停课，会全力做好防疫措施。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甲乡亲咱做伙来关心天气。今日透早也是受强烈大陆冷气团甲辐射冷却效应的影响，各地早起拢较寒。咱来看上新的温度，今日各地是大多数是多云到好天，只有东部有低渐雨。气象局透早是针对中部以北、东北部发布10度以下低温特报。
伫透早，桃园大溪低温干那8度7尔。暗过2时开始，强烈大陆冷气团的减弱，所以各地拢会回温。北部、东半部高温有24度到25度，若中南部大概有27度到29度。若明仔受东北季风的影响，东半部、北部山区、金门、马祖会有局部低降雨。另外，要提醒乡亲，一定要做好防护，因为空气品质无介好。了解心，当年5月份是爱报税爱纳税，毋过今年因为受疫情影响，财政部是宣布讲，综合所得税报税甲纳税期间要扭长1个月。若扭长报税时间是为着要分散人丁，避免群聚感染。今年5月是个人申报个人综合所得税时间，因为今年拄好拄到武汉肺炎疫情，虽然国内控制了袂歹，不过为了要避免伫报税时阵人伤多。财政部长苏建荣伫立法局财政委员会讲，申报时间将会扭长到6月底。有630万的这个报税人，可能会去，甚至有的会去临柜清查这个他的这个所得资料。是。那现在在这个疫情还在紧张的阶段，这样子适合吗？因为国内疫情还是没有那么明朗，所以我们在上礼拜就跟苏院长报告，那么苏院长也同意了，就是我们所得税的申报从本来的5月1号到5月31号通案性的延长到6月30号。苏建荣讲，所得税每年拢是5月报，若是有特殊情形无法度纳，会当申请分期，因为目前疫情继续。已经报请行政局当期报税时间延长1个月，各地区的国税局也有相对应的防疫措施。希望那个纳税人尽量透过网络申报。那如果真的要来的话，我们各地区国税局也会有这个相关的这个所谓防疫的措施，能够保持安全的社交距离。这样子的话，避免疫情。其实财政部伫最近才宣布，那是因为疫情、隔离治疗、居家隔离、检疫等影响，无法度伫咧法定期间内完成报税，会当延期。不过也提醒，今年总所税计算申报第一批退税案件会提前1个月，伫咧6月30退税，也就是民众永远爱伫咧5月底进行报税，才当伫咧第一批摕到退税。记者综合报道。同款是受疫情影响，真侪人开始要无头路。有人开始烦恼讲，今年的毕业生会真好找头路。若劳动部即马是提出做线工、做临时工的机会，而且已经开放申请。受疫情影响，往年3、4月拢会举办的大型就业博览会今年喊停，所以6月毕业季就即将要到，加上未少企业自疫情爆发以来营收大减少，人数缩编，就业会变少种种情势拢互学者烦恼，今年就业人数无乐观。停办的第一个冲击的应届毕业生就刚讲，这个27%已经找到工作的，政府资源有限。会不会对那些就业能力、求职管道比较不好的那多数应届毕业生，让他更难有工作？罗团指出，政府纾困方案，若讲只是津贴拍这关对劳工的就业无帮助，呼吁政府除了刺激消费，也应该规划安定就业纾困方案，保障劳工。近期各地政府真需要防疫资源，劳动部是针对短期就业提出安心及时上工计划，全台统计出1万外的机会，开放予劳保投保薪水23800以下劳工申请。若讲录取，逐个月会当上工80点钟，以时薪158块计算，逐个月上济会当得到12640块的津贴。因为公部门最近真的很忙，因为纾困跟疫情的关系，那我们希望各地方政府跟我们一起来通力合作。例如说，我们现在很多的景点可能需要做一些防疫适当的措施，例如量测体温。工作项目以防疫工作较侪，包括量体温、伫景点管制人数、协助卫生局点发喙暗等等。地方政府安排面试了后，就会尽速予民众上工。劳动部估计会上济将会陆续增加到6万个名额。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中国官方是表示讲，目前中国的案例大部分拢是对国外入去较侪。那中国的流行病专家钟南山是表示讲，境外带病入去中国这病例，无啥可能会互中国出现第2波疫情，无可能会有第2波疫情压关，所以大家唔免烦恼。不过呢，喙暗也是爱继续挂咧。
根据中国官方数据显示，4月12日一天，因新加确诊病例有108例，创下3月初5以来第一届新纪录。其中98例是为境外来的，有10例本土病例，黑龙江各有7例。中国的疫情搁变严重，为着无要互边境城市水分河变成防疫破口，中国赶紧派真侪专家去支援。要加强陆海口岸疫情防控，加快补齐外防输入的薄弱环节。毋但是黑龙江、上海为境外来的病例，嘛真侪为俄罗斯来的。其中4月初10为俄罗斯飞去上海共一只航班，到4月12为止，已经确诊有60例。中国专家钟南山认为，虽然中国基本控制疫情，但是国外确诊个案继续咧增加，为境外来的病例造成中国疫情第二届爆发的可能性真小。但是即马也未到会当甲喙秧起来的时间点。还有从疫区来的这些人，不管是外国人或者是中国人从疫区来的要检查，跟他密切的人要检查，这个都是主动检查找出来这几十个。钟南山坚持开始上课恢复工作，伊认为有一个感染无奇怪，马上隔离就袂继续传播。但是嘛，因为疫情严重，全球拢咧欠喙秧，中国是做喙秧的出口大国，质量却一直防讲无合标准。武汉生产商指出，欧美国家订单比进前增加10倍，同时因嘛否认因出口到荷兰的喙秧有任何的问题。记者郭灿、谢启文综合报道。日本是宣布讲，7个疫情较严重的城市进入紧急状态，所以有的所在街路已经变甲正冷清。暗过伫个东京，顶礼拜6礼拜也是有人出门去踅街，嘛互人怀疑讲，东京人是毋是较无重视防疫？大阪的商店街，福岛卡的车头无啥人潮，也毋过伫东京上长的商店街，所看到满满的人潮。各公园周末出门的运動散步人潮嘛比以前多。空いてると思って今日来てみたんですけど、意外に人いるなと思いました。在12天是日本7个疫情重灾城市公告进入紧急状态了后的头一个周末，也毋过东京周末的人潮煞甲进前同款济。虽然真济商店决定临时停止营业1个月，世界人依然真济。包括日本过了一个周末了后，国内的总感染人数超过7000人。服とか見に、ちょっとお店閉まってるとこも多いんですけど、新宿、原宿、渋谷ちょっと回ろうかなって思ってます。因为日本的经济状态无经济效力，真济当家居民照常出门踅街。周末就爆发了中亚港高田病院的群组感染，至少90人为着新冠病毒。各兵库的一个警署的署长、甲副署长、甲8名警察，因为顶个月参加新署长的欢迎餐会，即马拢为着病毒。护警署内底120名警察拢居家隔离。各自民党议员的秘书为着正做伫个议员办公大楼工课头一个确诊秘书。街头踅去南韩虽然总患者人数超过1万人，也毋过病人的复原比例嘛超过70%。 오늘 0시 기준 코로나19로 치료받고 있는 환자는 3,026명이며 7,243명이 완치되어 격리 해제되었고 211명이 사망하였습니다. 只是目前7000多名复原的患者内底，有超过100人，佫是被感染病毒住院。另外，因为美国的感染人数超过54万人，南韩政府决定，所有为美国登去到南韩的国民，拢爱接受体检，对所有居家隔离的人用电子仪器监视。 若是伊讲家己无确诊病人的北韩，即马有500多人受到隔离检验，暂时也无确诊病例。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搁伫个11个中央政治局的会议面顶，要求采取更加严格的对策，防止北韩民众患着病毒。记者林世彤报道。 来关心 Turkey 的内政部长第12日是宣布讲，伊要实施落台，因为伊伫顶礼拜5半暝半向宣布讲要实施48点钟的宵禁，所以 Turkey 的民众全拢冲去抢物资，有人烦恼讲安尼会变做颠倒真做防疫空棚。 土耳其内政部长索鲁12日伫社群媒体上宣布下星期复起全职，表示为宣布宵禁到正式进入宵禁这段时间内，无妥当的行政配套。不过总统埃尔多安无接受辞职，索鲁会继续做内政部长。索鲁是伫7日暗时10点左右，无预警宣布包含伊斯坦堡甲安卡拉在内31个省将近6400万人为周末透早开始宵禁48点钟，民众员工只剩无甲2点钟沿外出。 大家听到消息，真紧冲出去买物件。伊斯坦堡人口1600万，还有附近都市也出现交通大乱、人潮聚集，而且无保持社交距离。伫这进前，全国是量限制进出流动量的政策控制
出疫情，所有向宣布宵禁，引起抢面包人潮。工会专家烦恼，恐惊加做防疫的空胖，也互进前努力去了。今年50岁所路2016年8月做内政部长，伊认为伊家己的资历不应该做出错误的决策。 Sokağa çıkma yasağı kapsamında ekmek ihtiyacınızın karşılanması amacıyla araçta ekmek satışlarımız başlamıştır. 这台面包车伫宵禁期间伫路咧叫卖，有个人为阳台放拿落来买，有个人是挂喙罨出门买。宵禁2天落来，超过18000人违规面临处罚。不过卫生官员佫较关心的是，疫情伫未来2礼拜是关键，这一波民众拢去行路的冲击，恐惊1礼拜到10天会出现，都惊疫情佫升悬。记者综合报道。 来关心最近，咱台湾是送防疫物资予世界各国，这物资拢是由华航的飞行机载出去的。因为华航的飞行机的机身是因 China Airline， 和外国人拢就是讲这是中国送来的，所以有民众即马就伫网络发起联署，希望甲中华航空号名改做台湾航空。 火星布条印台湾国旗边要搁写台湾 Can Help 字样，内底物件就是台湾捐予后面700万片的喙罨。 华航飞机载运全纪录公布伫后面官方网站，引起闹热讨论。不过航机顶悬的 China Airlines 字样，外界这批较会被误认是中国捐的。今年2月，由大华府甲东莞台北人中陆会发起证明请愿，呼吁台湾政府将中华航空证明为台湾航空。到目前已经超过4万人联署。交通部长林佳龙强调，台湾援助外国爱名真严谨，对航空公司是不是改名，交通部 是态度真开放，包括修改契约或航权的谈判必要的一些行政的成本这个就由国人来凝聚共识。学者分析，航空公司证明是大代志，明只考虑政治目的，因为实际航权恐惊也受影响。 华航是政企公司，卡出航权受影响，恐惊影响华航整体营运。另外，航空公司改名，恐惊重新向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国际民用航空组织注册摕到专属代表，全球航班系统定位、卖票拢爱变动。民政府时期，华航企业工会就捌估算，改名了后，航机爱重新测过，商票这成本可能爱10亿，也有后续产生出政治成本，真歹估算，最后是 刷刷去。记者综合报道。咱国家卫生研究院有开发15分钟就会当试出武汉肺炎的快速体检试剂。经济部是表示讲，即卖由工研院甲民间企业做伙来生产，上紧伫咧7月份就使大量来生产。另外，囡仔的喙罨即卖嘛会当开放伫网络资本啊。新冠病毒目前外科实验室的核酸检测，爱用4点外钟才会当检出结果。 工研院、中研院近期研发出只要15至20分钟都会当检出病毒的快筛技术。行政院13举行记者会，邀集几个部会报告医药防疫科技研发进展。经济部表示，将会联合工研院甲民间企业量产。 这是我们的一个核酸的一个侦测仪。那事实上配合我们的一个试剂的开发，可以高达90% 这样的一个准确率的。6月的时候可以完成试量产。那这个试量产的话，准备生产1万剂的一个试剂，10台的一个侦测仪。那7月份的时候，我们开始进行量产。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也以卫福部长的身份列席，伊再次强调，台湾无进行普遍体检的原因，是为了避免医疗量能崩盘，考虑到真侪家长不满。 儿童的喙罨无好买，伊也赶紧开放详细寸秋的悠悠版网络公布来卖。口罩也是一个科技的问题，也是一个经济的问题了哈。选择4到6岁的小朋友的这样的口罩，最主要目的是因为他们的爸爸妈妈哈，就是基本上还是一个网络的熟悉使用者，好，所以从这边开始。 国内停用喙罨政策，原定延长实施到10月底，指挥中心也宣布将延长到6月底。对于喙罨地图，也预计会阁将型号标示更加清楚。记者综合报道。之前伫中华第一间喙罨工厂发生讲有一个查甫员工，伊的手指头发啊，互脐带夹受伤。经过2个月的好困甲治疗，即马伊转去上班啊。伊讲伊要继续做咱台湾的喙罨国家队。
重新返去翠暗工厂，细眼的女员工做工课是真认真，不过正手中在包西仔布，等动的时阵都爱较细致。下摆转来遮，当然嘛足欢喜的。有人做工课拢足欢喜安尼。虽然卡着钥匙会痛，不过伊钥匙无休困伫咧包装，为原本的生产线换到包装区。伊讲虽然爱适应一阵啊，不过会当搁重新倒来做工课是感觉真欢喜。今年2月，因为翠暗当咧赶工课，操作机台的时阵，无细致正手的中载第一节，互机台夹断去。后来医师评估无法度接倒转去，开刀了后调用要2个月，即马总算会当搁倒转来做工课啊。做工课会去撞到还是什么，所以给它包起来，比较不会说。碰到会痛还是什么？咱咧做口罩有人需要，咱较紧做，做互人当然嘛会安尼啊。总统蔡英文之前嘛特别来探视，互伊感觉真甘心。不过看到真侪同事日啊拼暝啊拼，伫咧生产翠暗，伊心内感觉真袂得过。工厂这边表示，劳动部虽然有放令作业员会当连续做12天，不过厂方也是依期7天休1天，希望互员工会当好好休困。差不多了嘛，赶快要回来。我们说还是要好好把它伤口治疗好，然后再回来。工厂表示，政府按算定用翠暗到6月份。目前公司依期2班制，原本有23个员工，加上新的员工17个人，阁有支援的国军兄弟，逐工做工课差不多有30个人，人力的调度无问题，希望会当减轻员工的压力，继续为防疫做伙打拼。记者综合报道。澳洲的疫情当得严重，其中行政院的教务委员刘金基的2个查某囝，拢伫西班牙做医护人员。因2个为着救人，拢去为着武汉肺炎，其中大汉查某囝阁险险无命。啊，毋过好心有好报，2个人落尾拢已经恢复健康。西班牙一间病院，查囡仔被杀出急救室，医护人员列队拍扑啊，查囡仔身体虚弱，有缘下手回应。伊是教务委员刘金基的大汉查某囝，甲妹妹拢伫西班牙担任医护人员，到伫武汉肺炎疫情的医护工作，却相确诊。目前2个人拢伫厝休养。看到那个他的视频的时候，我眼泪都快掉出来了。他整个脸发红，就是。我看了就是很难过，但是也没有办法，我也要鼓励他撑过去。刘金基为查某囝付出感觉骄傲，也真唔甘，爱因好好照顾家己。小菜交界事务的立委温玉霞是讲，侨胞为交基地防疫工作尽责力。他们都去买，不管是2万个、1万个，只要买得到多少，他们就赶快买来，让他捐给当地的这些警消人员。除了自己顾好以外，还要照顾一些当地的政府。这是我觉得我们台湾人真的是以他们为傲。台湾的查某囝为西班牙疫情拍拼，马德里的警察队佮偌济迄天伫一间病院前演奏几首乐曲，向医护人员致敬，感谢因的牺牲。捧着火的医护人员也随着因个摇动身体，表现难得的轻松。西班牙的确诊者目前已经超过16万人，也毋过考虑近来新增的确诊甲死亡人数拢有减少，西班牙政府有意局部恢复商业活动。记者综合报道。在地消息来关心，今年屏东头一尾乌昂床大约超过200公斤，也毋过受疫情影响，协会表示今年10公斤的拍卖价数可能只有5、6千块，等于是去年的一半尔。甲乌昂床拄船床救出来时阵，所有人拢注意伫看。目前又讲规尾应该有超过200公斤。船长表示，伊有40多年的猎鱼经验，啊，毋过掠到乌昂床柜的头一只，嘛是伊人生的头一届。当然高兴啦，这个算是提供钱啦。提供赚到。东港今年头一尾乌昂床是伫咧绿岛东方的海域掠到的，时间嘛比演过较早一寡。啊，毋过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今年验尸的过程无开放民众入来看，敢乃当看直播，而且渔会嘛预计即届介绍无演过遐好。去年的平均价格黑尾呢，差不多在600至650中间了啊。今年的我预测了啊，差不多会跌一半，差不多会在300至400。去年屏东的头一尾捌创下1公斤8800块的价数，啊，毋过即马民众减少出外，餐厅的生意嘛落真济，机票性的第一尾的价数可能会创新低纪录，而且一般创的价数嘛是落1成至2成。目前农委会已经启动渔会的收购机制，透过苏澳区渔会
在市场以去年的拍卖价格，如果低于90%，我们就会请渔会进去收购。那收购起来做冻储，那过一段时间等市场价格回稳了以后再释出。4月份开始到7月份是国内村外对接，农渔会提出营养稳定市场的介绍。若是渔会收购的3天以内必须要付钱，农渔会提供无利息的贷款，协助渔会资金周转。若是屏东头一杯村外拍卖会，上紧1礼拜以内来进行，同款嘛未对外来开放，敢若工作人员甲参加竞标的业者会当入场。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台东县伫4天前有公布驻地条例，只要民众饲野外的高山啊，就要罚款5000块到1万块。严格保育人员是伤少，无法度一直开罚单。嘛，因为安尼也是真侪人伫饲高山啊，大家拢饲甲肥嘟嘟。啊，毋过其实较互人爱烦恼的是高山啊身躯有病毒。泰原邮局又搁传出有民众饲米猴，搁翕到因肥嘟嘟的模样。其实4年前台东县就制定驻地条例，若饲米猴互查到，就要罚5000到1万的罚金。毋过这4年来，一直有游客伫咧野外咧饲米猴，不只个保育人员的骹手无够，干那会当先劝导，再搁裁罚。目前已经劝导几千人啊。如果有屡劝不听的状况，我们才会收集证据来做开罚的动作。柯家豪表示，虽然骹手无够，不过东河乡公所也是会派人拜6礼拜假期的时阵去登山桥劝导，尤其是最近武汉肺炎疫情的期间，更加爱避免人甲动物近距离的接触。这几年又开始发病的狂犬病之外，那也有所谓的疱疹 B 病毒，那都会对我们都是属于那个人畜共之间的一些共同的传染病。台东县农业处表示，即马风景区已经爱管制游客的数量，除了人甲人爱保持距离以外，人甲动物嘛是同款，呼吁民众爱遵守，嘛是保护家己。记者综合报道。阿里山伫清明连假，因为人伤济，红列岛是国家级警示的所在，所以林务局即马决定要甲阿里山心灵铁路12座主题列车先取消，啊，毋过定期列车的车纸无改变，会照起共发车。民众把握机会记录消费者的影像。阿里山森林铁路针对四季煞主题列车受到真侪民众欢迎。啊，毋过自从1月底疫情发生以来，民众较少出来佚佗，佮加上清明连假，阿里山游乐区靠国家级警部来点名，为着兼顾防疫状况，林铁主题列车会伫4月15到6月30暂停营业。已经买票的民众嘛，毋免烦恼，会当专家退票。我们从1月份统计的资料，搭乘率有64%，到2月份的52%。到3月份只剩下29%，许多游客都有避免出游这样的心理作用，所以主题列车就先暂停行驶。阿里山临时取消列车的防疫，定期列车也是维持正常的车帮。啊，若是代替单车区的座位，嘛因为要配合室内1.5公尺的社交距离。原本伫影面顶有大标语提醒民众爱让旁坐，啊，毋过不少民众哪像无快就甲坐落，佫无爱听站务人员的口渴，落尾代替找厂商甲一排4个座位的椅仔拆掉2个。这样子大家就能够很明确的保持安全的距离，在座椅上有去贴那个不能乘坐的那个标示，但是发现旅客遵守的那个程度很低。啊，袂要紧啊，小徛一下啊。啊，以后若迄个就搁回复我。为着要保持安全的社交距离，台铁电梯嘛限制敢若会当4个人坐。为着落实防疫措施，疫情期间各单位敢若会当一直进行各项措施甲宣导，希望讲会当伫这个非常时期降低疾病传染的机会。记者综合报道。电话风送头，咱镜头来云林口湖波北社区的路边，有一个欧巴桑伫咧卖甘蔗。伊是泰国人，30多年前嫁来咱台湾，今年已经70岁啊。2年前这阿嬷的翁婿过身，所以伊即马家己一个人在顾甘蔗担。因为办咱台湾的身份证较搞港嘛无俗，所以一直无办成。啊，毋过伊是希望讲有一日会当变做正港的台湾人。你有好吧？你家就生日有好吧？用台语家伫咧路边卖甘蔗的阿嬷问好，1年级嘅新住民3不5时，就甲其他姊妹专工口味车来，家伫咧云林口湖乡波北社区摆搭卖甘蔗的泰国籍阿嬷高官。今天是特别来看阿嬷跟阿嬷捧场啊，因为阿嬷也很辛苦，每天上班都会路过这里，然后看到她都很辛苦，在这里削甘蔗啊，她的甘蔗很好吃，然后我都会路过，然后来跟她买，跟她捧场。这个泰国籍
这个阿嬷叫宋马西诺，伊今年70岁啊，为泰国过来台湾超过30年。2冬外前，伊的先生过身，只剩伊一个人伫咧顾这个甘蔗担，一工卖9点钟，扣掉成本，差不多只赚500块。阿嬷讲日子虽然无讲偌好过，毋过三不五时就有遮新住民的朋友来相催斗相听，伊是真感恩。真欢喜的，人来买甘蔗。啊，你敢有继续想要留伫咧台湾？有啊，咱较方便用安尼啊，咱转去，咱也毋知要做啥物啊。宋马西诺阿嬷台语是讲了不了顺，伊讲伊上大的愿望就是希望会使摕到台湾的身份证，规划做台湾人。毋过因为办理身份证的证书真够工，申请的经费差不多要3-4万块，怎无办？华山基金会志工希望大家若是有经过埔北社区，会使倒买，甲阿嬷支持一下。记者综合报道。为了保障偏乡部落用电的权益，嘛兼顾文化生态，屏东县政府甲部落合作，第13间石板厝设太阳能发电的设备，无破坏石板厝，嘛无改变部落的生态环境，互部落嘛有电通用。马家乡排湾村的时代，同齐吟唱歌谣，欢喜要启用古法湾部落的太阳能发电设备。聚能系统正式启用。古法湾部落永过是屏东大型的排湾族部落。也有完整的石板厝群，不过因为交通、教育和医疗拢真无方便。民国63年转迁去马家乡排湾村，10多冬前莫拉克风台造成古法湾部落规个无电、无信号。发电机其实对我们来讲很不方便，有时候没有油啦，然后来这边就是要安静嘛，发电机又很吵。那太阳能你就放着，它就有电啊。让我们充电或者让我们吃饭的这个地方让我们方便，光亮这样就够了。当地族人虽望希望用无电部落来发展生态旅游，不过也是有用电的必要。官府为着保障族人用电的权益，兼顾文化生态，特地修复好的13间石板厝，到太阳能板和欠电的设施，而且部落内底太阳能设备，准讲若拄着风台也是做大水。要个会使刷去别位。既然要发展观光，那么可能基本的电力。族人为了维护当地生态环境，选择用太阳能来发电，和科技和传统共存。屏东古法湾部落的能源转型，也是绿电发电上好的模范。记者综合报道。为着鼓励囡仔做善事，中华的大东国小这几冬拢鼓励囡仔留长头毛，再佮把长头毛加落来，送互低着感情的囡仔去做假头毛，要互囡仔知影讲，若是要做好代志，要帮助别人，若是有心，大家拢有才调。囡仔仔徛几排，拢留乌心心的长头鬃。中华县新港乡大东国小的小朋友特别来找村长夫人，请伊免费替因家头鬃。囡仔讲，这头鬃有特别的用意。为了这一次的捐发，我留了2年的头发，为了就是要帮助那些没有头发的人，帮他们做假发。关头门互得到感情的囡仔，毋拿大东国小的学生响应，小朋友也招家己的阿嬷做伙做好事。他就跟我说，回去的时候跟阿嬷说，阿嬷，我们学校要剪头发呢，也说要帮助那个有癌细胞的人，他们有做化疗啊，头发都会掉光光啊，所以他就约我再来剪了。我说好啊。新港乡大东国小为着要感谢地方对学生囡仔的照顾，邀请学生留长头鬃，村长夫人也免费做义工，替囡仔剪头毛。逐年拢有真侪学生支持，即阵就连婚姻关西里镇东南国中也做伙加入，和大东国小做伙替感情的囡仔尽一份力。东南国中的姐姐们知道大同国小的孩子有这样的爱心，这次也搭了大同的顺风车，捐了32束的头发，跟着我们的孩子一起捐到彰化基督教切肤之爱基金会，希望能够带动社会善的风气。一包一包剪落来的头鬃，拢是囡仔用心计较，留俾我2年才有的心血。因希望这份小小的心意，会使帮赞做化疗的人，互因有水水的头毛，增加勇气也有信心。记者综合报道。全台语的电视剧请爱豆来搬戏，那是一个人。一礼拜日要伫电视搬，拍台语剧拢是较乡土、较草地这款印象。少年演员搬现代人，伫都市内面孤单一部嘅爱情故事，好戏要介绍互乡亲知。
我毋是无爱你，我是想要过一个人的生活，你知无？好啊，分手就分手啊，我嘛会使家己一个人，我嘛会使家己一个人过得足好，过得比你更较好。少年辈的新生代演员孙可芳、宋碧薇、林子宏、陈璇等人，头一摆以全台语的方式演出现代人伫咧爱情世界内底的孤单甲寂寞，就连台语资深的演员陈阿兰和苗可丽等人也来客串，替这出新世代有路的电视剧加添光彩。有别于以前的台语剧，就让人家觉得是三天剧，这个戏非常有深度跟宽度。让我们觉得，参加这出戏他妈成功。可能有时候记一个词的发音还记得住，但是声调就常常我是很容易会飘来飘去的，所以在现场就会一直听到台语老师在很远的那一端大喊着我的台词，然后告诉我应该要怎么念。囡仔是乖的，会影响到你的生活。改编影阵，大家对台语戏剧的印象，金钟奖编剧杜正铁头摆做导演，对戏剧到戏码拢下功夫，认真讲究。我们把网络上流传的或几部都指出表演放到这个戏里面来。所以我其实想要做的是贴近生活的戏，就是你看了要有共鸣，就是这里是你身边会发生的事情。现代世间的有情人如何伫咧花花世界感受爱情的温暖甲束缚，又搁要安怎伫咧情海当中找找生命的意义，重新熟悉家己。台语电视剧若是一个人，4月19会伫咧公共电视台甲华视同齐播送。记者洪敏珍综合报道。来看香港市上地美声的安德烈波切利，伫过偌济迄天，伊伫 YouTube 播送伊伫咧米兰大教堂的独唱会，要用音乐来安打人心，嘛替世界祈福。受到疫情的影响，今年的国庆节，米兰大教堂未当开放，予信众入来祈祷。伫咧米兰市政府用心的安排之下，意大利真有名的下届男高音安德烈波切利，甲管风琴家维亚奈利举办一场现场无观众，毋过传送去全世界各地网络音乐会。独唱会拄开始的时阵，用空翕机呈现受到疫情影响，空空无半人的米兰街路的景致。奇异恩典这条歌曲尚未出现的画面，是目前全球疫情上严重的城市纽约。Sant'Agostino diceva chi canta prega 2 volte. A me piace pensare che questo sia vero, perché così questo momento molto solenne che vivrò domenica sarà un momento di preghiera per me e per tutti coloro che ascoltano. 2008年奥运铁人3项冠军德国名将弗勒登诺，为着要替西班牙赫罗纳地区的医疗中心募款，11利用厝内运动设备进行线顶的铁人比赛，包括游泳3.8公里、骑铁马180公里，甲伫咧走表的机器顶悬走42.2公里，伊拢总用8点钟33分39秒完成，募到20万500欧元。记者综合报道。2008年10月份升空的水星探测太空船，顶礼拜5飞过咱地球，要阁继续飞，要进行7年长的太空旅行。按算伫2025年会到水星，到时呢，太空船会放出2粒探测器，要来探索研究水星，要互大家更加了解太阳系面貌。由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关甲欧洲太空总署合作8批克伦坡号水星探测太空船70飞过地球了后，继续向水星刷叮当。8批克伦坡号是伫2018年10月20，伫圭亚那发射了后，展开到11公里，7年的航程，这嘛是人类第3摆探索水星。水星是太阳系换太阳上近，体积上细星星，敢比月亮大1/4。随时使用太空船，也是为地球直接飞向水星，只要几个月时间就会当到位。不过为着避免叫太阳强大引力加力器，就要用R2型的路线飞。8批克伦坡号即摆飞过地球了后，佮会飞过金星2摆，飞过水星6摆。预计伫2025年到水星，到时阵会有2个探测器为无共轨道探索水星的表面甲主场。So studying Mercury is crucial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formation of our solar system, how Earth is formed and evolved, and where we are coming from.
So Mercury is in a way a missing piece in the big puzzle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solar system and a crucial end member because it's close to the sun. 除了特别航线，即摆林波甲气候水星表面温度差真侪障碍。水星因为真外太阳，向阳边有430度，较暗所在温度到零下180度。太空船所有设备拢会通过温差可检。 So everything which we had to develop had to withstand the higher temperatures, but also the higher radiation doses which we got from the solar wind. And for that we need special insulation of our spacecraft, special materials to be developed for the antenna, for the solar panels. And that was a very big challenge for the mission in itself. 目前人类对水星的熟悉真有限，伊核心是液态还是固态，表面敢有冰，拢是即摆任务要了解问题，嘛对了解太阳系形成的进行有帮助。记者综合报道。即阵真侪国家拢要求因的民众唔好出门较安全，无法度甲朋友斗阵，只好靠猫仔、狗仔才会动物来做伴。所以即马真侪所在各国领养动物的意愿甲比例嘛拢有加悬。 全世界疫情炭烧，愈来愈多民众和国家要求强制性居家隔离。最好有饲宠物的家庭，伫这段期间，甲宠物的感情是愈来愈亲密。阁有宠物训练师趁机会甲民众安怎甲宠物互动佚佗。If your dog has a lot of toys laying around the house, I've seen so many toy chests full of stuffed animals. Take some of those and hide them away, and then bring them out in a few days. All of a sudden, they're new and exciting. Have a game with them, and then as you introduce new toys, hide some other ones. 虽望民众有较侪时间通甲宠物做伙，毋过通互宠物出去外口的时间嘛对咧减少。有的人替宠物做水암，互宠物同齐防疫。 그 대신에 집에서 좀 산책 것도 한 5번 나갈 거 한 2번 정도 나가고 그러죠 뭐 좀 질려서 외출을 좀 자제하고 있어요. 毋过，若是无宠物，搁着伫厝里隔离的人，确实有想要饲宠物的想法。澳洲因为政府锁国，禁止人民出国，鼓励民众踮伫咧厝里，互国民有一种领养宠物的潮流。伫咧澳洲，宠物收容所的收养甲寄养咨询电话是增加几落倍。 In New South Wales, we've seen nearly a 300% increase in adoptions and interest around foster care applications. And it's been really motivating to see many people turn to animals for some companionship over the next few weeks, if not months. 毋过，互申请领养的人到收容所看宠物，也有感染的危机。目前当局也考虑要互领养的人用电话甲视讯的方式领养，搁互收容所的员工甲要领养的宠物直接送到厝里，避免增加感染的机会。 另外，阁有因为疫情失去头路，无法度搁负担宠物开销的人，美国领导协会嘛建议会当协助这个人申请寄养宠物，唔但会当减轻经济负担，嘛会当互宠物伫咧寄养家庭受到较好的照顾。记者综合报道。 这个时阵有动物做伴，真正有担心。毋过嘛有一寡国家，就是因为惊讲这猫仔、狗仔、这宠物会胃病毒，全甲厝内的猫仔、狗仔放杀，所以地区有寡所在流浪动物汹汹增加。 只讲摕狗仔饲料当来饲狗仔，即寡流浪伫街头的狗仔原本拢有主人，毋过最近疫情大流行，有人误认为猫仔和狗仔会传染着新冠病毒，嘛有人因为风险收入减少，无法度来饲，造成各地猫仔和狗仔放杀率偏悬。位于南美洲的哥伦比亚到中东的黎巴嫩，拢有同款情形。哥伦比亚的首都波哥大的动保人士指出，当地宠物放杀案件增加2倍。 Normalmente, digamos, fuera de cuarentena, yo respondo en promedio 80 mensajes diversos, pedidos de ayuda, sobre todo situaciones de maltrato, pero realmente se ha duplicado la cantidad de mensajes desde que inició la cuarentena en Bogotá. 目前当地流浪动物的收养机构已经被砍折，爱靠赞助才会当照顾愈来愈大的宠物家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因为疫情清关，互经济危机更加严重，猫仔和狗仔互放杀的状况是加真济。 动保机构发现，目前领养的计划是无虾米人来问，送去海外安置的案件，嘛因为风险无法度来执行。A couple weeks ago, we had a dog trip planned. We had 13 dogs that have homes in America. They were supposed to travel. We did all their paperwork and
We had everything ready. We had reserved their tickets and everything. And unfortunately, the airport closed down, so they were unable to travel. 东部人士认为，宠物风放杀，毋是宠物的唔对。在这种疫情爆发的非常时期，希望有好心人，佮有相关的当局来到三江，互宠物拢一个家庭。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今仔日各地大多数拢是多云到好天，只有伫咧东部有地暂雨。若日时开始，强烈大陆冷气团会减弱，所以各地温度会豆豆回升。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加11度，上悬25度；中部的温度上加11度，上悬25度；南部的温度上加15度，上悬29度；东部的温度上加12度，上悬24度。外岛的温度上加12度，上悬24度。感谢乡亲收看今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祝乡亲今日顺心，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